嘿，各位大家好，我是上一 Q，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Q 生活。那么10月份都快到了，那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要在10月份就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生了。那么在步入大学之后，我们肯定会选择一台自己的电脑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 MacBook Pro 会成为我成为大学生之后人生中第一台笔记型电脑。Wish I could say I was finally over you, but that's not the truth. Everyone always keep falling in love again. The fuck's wrong with them? I don't understand. Maybe it will pass by. Someone save me for I pass out. I'm too lonely to be done. I'm a drink at this place. Yeah. Why am I the only one who's left in the rain with nobody to hold on to? Why am I the only one who's feeling this pain when there should be two of us? And yeah, I know we both wanted different things. 好，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就是选择电脑的品类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很多男生来说，性价比高，然后打游戏飞快，以及它的配置也是蛮不错的，那就是它的第一首选。还有人呢，就是为了追求轻薄、快捷、商务，也是一种类型。那么对于一个非常龟毛的我来说，这些其实我都蛮在意的。但是你要成为我的笔电，你必须要满足够薄、够快、够稳这3个条件。那么首先是够薄的话，因为我要去大学里面念书嘛，那你肯定是要每天随身携带你的笔记型电脑嘛。那么够薄的话，你才能快速的装，快速的拿出来，而且不会有太累的感觉。你像那种非常大的那种，譬如说外星人，那我真的是见到过戴尔的那个外星人笔记型电脑，真的很大一只诶。那其实对于真的大学里面来说的话，是真的不太行诶。但是要肯定的是，如果你喜欢外星人的话，你肯定是游戏、办公是2不误的。但是你还是比较适合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地方进行你的一系列操作，因为你要每天走来走去的话，我觉得那么够稳呢也是很重要啊。那么这一方面呢，其实是从软体下手了。那 Windows 的话，其实都差不多啦，但是现在的系统肯定是比以前的好多了，因为之前我在学校里面用它电脑用 PRA， 你在剪辑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未响应，然后就把那个崩掉了。而现在还好，还有一个自动保存啊，以前的话崩掉了就崩掉了，没有东西了，你要重新做一遍。所以时常保存是很重要的东西。好，那么说要够快的话，那其实你只要把钱加上去了，那快不快这个问题其实真的不用太多解释了。那么最后对于游戏性的话，如果能打游戏是最好，但是如果说真的无法打游戏了，我也不会太在乎了，因为我现在玩游戏的话，一般是在手机上面，或者是说以后可以买专门的 iPad 或者是 Switch、PS 之类的进行一个游玩，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对电脑的一个宽容度是蛮高的。好，那么经过我的层层筛选呢，其实我最后也是得到了2个品牌，第一个呢是微软的Surface， 第二个呢就是 Apple 的 Mac。那么2台笔电都非常非常优秀，非常非常好看。你不管哪一台拿出去啊，都是马上就知道你这台电脑是什么东西了。好，但是 Windows 真的是我用习惯了，而且它那个不稳定是真的一直都在。那么 MacBook Pro 呢，就成为我人生中第一台笔记型电脑了。好，那么说起 MacBook Pro 的优点呢，我们必须要从好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首先是它的稳定性，第二呢就是它的一个屏幕以及剪辑影片的一个流畅性，再来呢就是它的一个联动性了。那么最后呢就是 Apple 给我们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彩蛋，让我们在细节方面更加的喜欢它的一个作业系统。好，那么我们首先说稳定性的话，相比较 Windows 来说 ，Mac 的话是完全不会有什么卡顿啊、不稳定啊，或者是蓝屏之类的这种东西的。所以使用 Mac 的好处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稳。再来呢，
它的一个续航力的话也是挺稳定的，一般都是在4到5个小时之内。但是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个范围的话，可能就是不太行了。我说4、5个小时是长期在使用了，不是说你断断续续的用一会儿合上，用一会儿合上。那么再来呢，就是它的一个屏幕以及它的剪片速度了。那么它的一个屏幕呢，一直是业界一个顶级水平，它的一个分辨率是拥有3072×1920的，也就是说这块屏幕呢，其实是一块3K 屏。差不多样子。对于剪片来说的话 ，Final Cut Pro 或者是说 Premiere 的话，都是1080p 60帧的话，其实还是绰绰有余的。4K 的话，我现在没有条件去剪辑这样子的东西啊，所以也不晓得它究竟是卡不卡。那么再来呢，就是联动性啦。那联动性我们都知道啊 ，iPod 的联动性就是 iCloud， 你可以在 Mac 和 iPhone 之间，就是譬如说复制文本，那你手机上复制了，那电脑上马上就会出来，只要 Command V 就可以。那么再来呢，你还可以把你手机上的门号讯息同步到你的电脑上，只需要一点设置就可以。再来呢，你也不用再像 Windows 一样使用数据线插进 iPhone 的体内进行一个文件的管理，取出你的图片、影片之类的。那在 Mac 上呢，你可以直接使用 AirDrop， 分分钟把这些东西传到你的电脑上面。速度的话，可以这样来比较啊 ，Windows 就像是2G 网络 ，Mac 的一个 AirDrop 可以算成是5G 网络，它的一个速度的差别就是这样子的快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Apple 的一个小细节、小彩蛋，就是它的一个 FaceTime 呢，你可以使用你绑定在 FaceTime 上面的门号或者是邮箱，跟你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的一个联络方式，对方也是使用 Mac 的话，或者是手机也是 iPhone 的话，就可以免费的互相通讯。然后呢 ，iMessage 呢也是只要对方开启了 iMessage， 那么双方的聊天也都是完全保密以及说是免费的。好，那么说了那么多优点之后呢，我也是想吐槽一下它的一个缺点了。那么首先第一个缺点就是，其实也不算缺点啊，那就是如果你是长期使用 Windows 的用户，那其实你要转移到 Mac 需要一段时间，因为 Mac 系统的一个操作逻辑真的跟 Windows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譬如像我们嘛，就是从小就是使用 Windows XP 到 Windows 10的嘛。譬如说滚轮吧，你滚轮你要滚上去就肯定往上滚啊，你要滚下来就是往下滚。但是苹果是更加有物理性的，就像手机的话，如果你有文本，你就是想看上面的，你肯定是要往下滑，然后想看下面的，你就是肯定要往上滑。那 Mac 的话就遵循了这一套逻辑。再来呢，很多小细节方面，很多东西，譬如说隐藏文件啊之类的，不再变得那么容易方便。你需要使用它的一个命令行去进行一个代码输入，然后把那个文件之类的变成隐藏文件之类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要保存小秘密的话，你还是要学一下的。那么相比较 Windows 的生态而言的话 ，macOS 的生态真的是有点糟糕啊。虽然也是跟它的市占率有关系啊，但是我相信等到 Mac 真的跟 iPhone 跟 iPad 打通了一个生态环之后，那它的一个应用程式也会慢慢多起来。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常用的功能都有，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多选择的话，是 over 的。那譬如说，我们在 Windows 上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解压软体我们可以直接说WinRAR 之类的。那在 Mac 上面，我是买了好几款解压 App 但是用起来的感觉确实比不上 Windows 上那样子的好用。所以最后呢，我还是在网络上面寻找了好久，最后呢找到一个还比较不错的推荐。那么如果各位想知道是什么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是说等我下一期如果我要介绍 Mac 的 App 的话，我会进行推荐。那么其次呢，我们中国大陆很多的主流 App 其实在 Mac 上面的功能其实都是很不完善的。譬如说 QQ 的话，我在用的时候就是你在 Windows 上打电话，你电脑上不想用了，马上转接到手机上面，手机不想用了，马上转接到电脑上面，行云流水很快。然后你在 Mac 上面的话，你只能从手机上把这个 Mac 的电话转接过去，但是你不能再转接过来了，就是别人突然中断了连线，然后对方那边也是挂掉了，但是你的 Mac 上还是显示你们两个还在通话中。那么游戏方面呢，各位
这方面是缺点哦。游戏方面哦，你买这个 MacBook Pro 就意味着目前来说，游戏是真的很少。那么虽然说 Steam 和 iPad 都是有专门的 Mac 的应用程式的，但是你下载下来，其实上面支援到的游戏，其实是蛮少的。那么如果说你还是想体验一下 Mac 上面的小游戏，休闲一下，那么苹果上面的 App Store 里面有一个游戏订阅项目，也就是每个月你只要花上4.99美元，差不多35块人民币，你就可以进行一个游玩，而且是你有 iPad、你有 iPhone 或者是 Mac， 订阅之后都可以玩得到。当然它上面很多游戏其实更加偏向于欧美风啊，那对于我们华人来说的话，确实不是特别有吸引力啊。好，那么最后说到兼容性了，兼容性是一个我特别诧异的地方，为什么Mac 的那个文本编辑器是很多情况下是打不开这个从 Windows 上弄过来的文本档的？就很多人点开来，他就说不支援这个编码，不支援那个编码。那我使用一个自动选择编码还是不成功，我就感觉这搞什么东西啊？那我 Windows 上都可以打开来的，为什么到你这里就不能可以？然后最后呢，我还是选择了一个第三方的应用程式进行一个拓展，才顺利的把所有的文本档都给打开来了。终于是把 MacBook Pro 所有的优点缺点都给说了一遍。当然呢，我也才使用了1个月的 Mac 作业系统嘛，所以很多东西也不是特别懂，我也会慢慢的学习，跟大家慢慢的分享。那么期待我大学里面有更多别的影片吧。好，那么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分享，还有评论、点赞。B 站小伙伴呢，一定要点击一键3连，或者是投币，还有弹幕，都一定要刷起来。好，那我们本期影片到此结束，那下期再见啦，拜拜。